各位大家好。喺呢個天地義工咧，前日同埋琴日都係落好大雨咧。前日係朝頭早中午11點幾啊嘛，黃色暴雨咧。下晝雷暴警告，同埋有啲防風罪嘅事故啦。我本人嘅呢個天地義工，主要服務3個村。三彩大先華，草北、草原同埋草鞋。我本人都係觀察過嘅個環境都唔係多污水多同埋泥水唔係幾多嘅。前日係草北村嘅停車場大量污水咧，我本人都積極幫一幫手清理啲污水。而家見到啲情況咧，今日都有啲風，吹東北風，有少少驟雨啦，有啲涼涼地咧。加我喺彩園村嘅雨皇頭廠啲觀察嘅黑點嘅水估計同埋坑渠嘅位置幫手清理啲泥水。節目之間呢個位置係唔係幾多泥水嘅情況發生。樹枝同埋啲樹木有少少都係甩甩地嘅。都係做得幾多係做幾多。多謝支持我個行動啦。我有 YouTube 嘅，我個 YouTube 叫歐華田。都可以 follow 我 YouTube、Facebook、IG 嘅平台。有興趣可以喺彩園村或者附近屋村查詢資訊，可以成為我哋一份子啊！義工一份子。等我觀察下情況啊！呢度加個基本理解同埋利益嘅報導俾你哋知啊！呢個都係清理好嘅，繼續努力。我聽天文台講呢幾日都冇落雨嘅。我本人都係360小時12小時喺屋村嘅清辦嘅隨時隨地嘅突發事故嘅情況發生。有咩消息可以喺屋村見我同我講一講呢個環境反映翻嘅設施嘅範圍。多謝歡迎你哋都可以以我嘅資訊查詢翻嘅義工服務嘅問題。多謝大家支持啊！而家呢個位置收啦，收平台去第二個地方嘅。第二個地方喺出面斜路啊，我唔方便講俾你哋知嘅。事不宜遲，我再我交單翻俾Facebook IG follow 你哋去對我為我有義務嘅辭職工作啊！咁我事不宜遲，睇一睇有冇啲好似冇，都要收一收。